對糖尿病患者嚟講咧，係一杯咖啡係續命定係風險，關鍵唔喺杯入邊有乜嘢，而係你幾點鐘拎起個杯。好多朋友以為咖啡就係咖啡，邊有分時間？錯晒。咁想像下咧，清晨5、6點你眼都未瞓醒咧，已經習慣靠一杯濃咖啡或者濃茶嚟叫醒自己咧，開始新嘅一日咧。呢個習慣好似好合理、好普遍啦。但係如果你有糖尿病咧，呢個時間點可能就係問題嘅核心。咁最新研究發現咧，糖尿病患者如果喺朝早8點之前飲咖啡，全因死亡風險會增加25%，心血管死亡風險增加41%，心臟病死亡風險增加47%，糖尿病相關嘅死亡風險更加高達50%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糖尿病患者有獨特嘅黎明嘅現象，清晨時分體內皮質醇升高，血糖本身已經難控制，呢個時候飲咖啡，咖啡因會進一步干擾體內關鍵嘅晝夜節律基因，咁令到伽馬氨基丁酸大量釋放嘅，糖耐量更差，血糖波動更大。簡單講就好似你本身已經喺斜路行緊，再飲杯咖啡就係幫自己推多一把。咁但係如果你將啲飲咖啡嘅時間調到朝早8點到中午12點之間咧，情況就會完全倒轉，全因死亡風險降低20%，心血管死亡風險降低21%，心臟病死亡風險降低30%。點解？因為呢個時段皮質醇已經回落，晝夜節律基因開始恢復正常，咖啡同茶反而幫到手穩定血糖。健康習慣嘅價值好多時唔係做唔做，而係幾時做。順應身體節律，簡單一杯茶都可以變成健康嘅助力，對抗拒好深都可能變負擔。飲茶都一樣，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如果喺朝早8點到12點之間飲茶，全因死亡率降低20%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38%，心臟病死亡率降低35%，糖尿病死亡率降低30%。呢個時段係身體最能夠接受佢哋嘅時候。咁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咧，又中意飲咖啡或者茶咧，唔使戒啦。但係記住將呢個習慣調去早餐之後咧，中午之前即係朝早8點到12點之間咧，記住一句：糖有飲品有時，晨8點之後先安心啊！